兄弟，早饭吃了吗？都快中午了。那你午饭打算吃什么呀？怎么，你要帮我叫外卖啊？可以啊，打算吃点什么？我说你说话就说话，你老拿我砖干嘛？砖又做错什么事了？上次打完架伤还没好完呢，你又想打架是吧？我说你这个人不会真有病吧你？您分析的非常到位，我确实有病。行，您怎么能说不租就不租呢？您再考虑考虑吧。真不考虑了，我怕了，行吗？我租这个店的时候没有考虑周边的软实力，我不能整天跟个神经病做邻居吧，后患无穷。哎呀，不是，他不是一直都这样的，我在帮您跟他沟通沟通。别沟通了，没用的。我这病呢，经常来的出其不意，防不胜防，我自己都控制不了的。你看，你自己看，多变态！院长，兄弟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这片呢就是风水不好，是你不是，侬看看我的店就晓得了，侬根本回不了本的。美女，是这房子我是真不租了啊！你看我又没有营业，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，你把钱退给我算了。哎呀，实在不行，零头我都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好聚好散。您不能这样啊！您说您合同都已经签了，装修也装修了，墙该敲的都敲了，我怎么退啊我？退不了我退，多少钱我贴了。您稍等一下啊，不好意思，稍等。我哪儿得罪你了？没有，那你几次三番把我弄过来干什么？因为我想见你。又来！你是不是觉得像我这样的傻子，你随便说几句好听的，我就会心跟着扑通扑通跳，然后你就赢了是吗？我说的是真心话。听说你要结婚了，怎么？不行啊？周程程，感情怎么能够像玩游戏一样呢？说掏出来掏出来，说收回去就收回去，这么轻而易举的开始，然后再潦草的收场，你对待感情是不是也太儿戏了？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么草率、这么荒唐的人是吗？不然呢？这么快的就和一个所谓门当户对的陌生人共度余生，还有比你更荒唐的人吗？什么呀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找谁了我？你自己不都发朋友圈吗？那是我 P 的图。我是荒唐，我这辈子最荒唐的事就是喜欢上了你，明明知道你不会喜欢我，还要站在这儿听你说。跟我在一起吧。啊！我以前是个混账，之前的话都是混蛋话。周程程，跟我在一起吧。拥有你后，终于读懂了泰戈尔的诗：长日近处，我站在你的面前，你将看到我的疤痕，知道我曾经受伤，也曾经痊愈。原来爱情可以兵荒马乱、分寸尽失，
彼此拉近。原来飞鸟也可以不以降落为目的。